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7，箴言15章18到19節安尼講：歹性地掠去冤家，無快生氣，為何三錢煞？貧惰人的路，互刺皮為日；正直人的路，大條平坦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無快生氣，做正直人來行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實公義、真實無假的真活上帝，你是慈悲憐憫、無限疼痛的慈愛天父，主啊！我來到你的面前，用謙卑甲順服的心，來領受你的話甲教示。主啊，願承認阮是無完全的人，也常常互歹所贏。求你赦免阮佇心思意念、嘴所出的話，甲所行所做頂面來得失你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在省察阮的內心，互阮佇聖神的幫助下來得勝，因為歹性地掠去冤家，無快生氣，為何三錢煞？貧惰人的路，互刺皮為日；正直人的路，大條平坦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